上文佛有三不道，何解？請大家俾我3至5分鐘。佛有三不道，無緣者不道，無信者不道，無願者不道。佛既然以慈悲為本，以度世為願，為何尚有三不道之說呢？我們詳細加以考察，就知道這3種人確是無法可度的。一、無緣者不道。我們若非宿世修積，怎能生逢三奇，遇上名師降世、師尊師母2位老人家應運普渡之機緣呢？佛法講究因緣，若眾生與佛法無緣，就算佛陀慈悲，也難以度化。佛家常說天雨雖大，不潤無根之草。佛門雖廣，難度無緣之人。又說有緣遇上佛出世，無緣遇着佛涅槃。前言亦曾講過，50年前大道還未大開普渡，50年後想得到恐怕也困難了。由此可證佛緣的關係是何等的重要。2、無信者不道。若不信佛法，即使聽聞佛理，也心生懷疑，無法受益。佛學講信為道源，功德母。信心是修行的根本。美國心理學之父 William James 話 Faith creates facts。信仰創造了事實。心理學信念、信心是人類行動的基礎經濟學。社會學說沒有信任，貨幣無法流通，法律無法運作。信任是經濟與社會秩序的母體。腦神經科學，當一個人相信某種藥有效，即使給的是無藥性的安慰劑，大腦會釋放真正的腦內嗎啡，產生真實的止痛效果。文學家歌德居提說，你若是失去財產，你只失去了一點；你若是失去了信心或勇氣，你就失去了一切。儒家的5常，仁義禮智信，同八德，孝弟忠信，禮義廉恥，都重複講信，可想而知信的重要性。所以雖有佛緣，遇上真道降世，名師臨凡，可是如果你沒有信心，疑三惑四，裹足不前，任你說破3寸舌，無奈還為蘭花，毫無信心，這等人當然不能得道。俗語說當面不識寒霜子，過後難逢呂洞賓，也就是說有緣而無信心，當佛法現前，你也不會相信，所以這就是無信者不道的原因。3、無願者不道。所謂願者，是指修行人的宏願也。一個沒有願力的人，等於自己放棄了修行。佛陀也無法強行救度。願力就是 wish， 是有可能實現的，是推動人修行的動能。沒有願心，就無法走上解脫之路。可是各人的宏願不同，有的願做好人，有的願修佛道，有的願為凡夫，有的願上天堂，卻也有任意作惡，願入地獄。天道是往天堂的路，若不願捨卻塵緣，不願學佛修行，不願施捨度眾，甚至不願成仙造佛者，雖然幸得名師指點，亦屬多餘。所以說法宏願是我們得道以至成仙作佛最重要之關鍵。所以需要你們立下宏願，才能得受真傳。否則就算你手托萬兩黃金，想求得真道，亦是難上加難。多謝大家，請大家幫我點讚同心心或任何評語，多謝。